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两大固定的古迹：中华鹿港的龙山寺，甲婚姻未了的姜环宫。伫2018年成功登就玉山了后，今年再度爱到观世音菩萨，甲开山妈祖登就台东的嘉明湖。虽然讲一路上毋是风就是雨，比2年前去爬玉山的时阵搁较艰难，也毋过上尾啊，到目的地的时阵，这个雨竟然就停了，云雾嘛散掉了。队员足欢喜的，讲这真正是以身同行，生命保庇。哦，赞！登山队员爱着观音菩萨，参开山妈祖步的新上，来到台东的嘉明湖。虽然沿路风雨不断，和这座行程充满挑战。3天行程雨是落袂停，而且山区一直大雾雾。有团员就讲，这比爬玉山更较困难。不过等到队伍来到嘉明湖的时阵，雨嘛停，云雾嘛已经散开。大家总算看到人青天使眼的嘉明湖。终于放晴了。哎，对。鹿港龙山寺参拜了姜环宫，因为是刚一位开山的老师傅来结缘，因伫2018年的时阵捌做伙去爬玉山，今年改挑战嘉明湖。旁啊，到咧落雨叫飞去对无？但是阮搁甲求伊爬到山脚尾啊，搁再起来嘛。去到遐，规个拢完全拢是大蒙大雾，吼啊！除咱观音啊，这险境，这个雾才拢拄伫3分钟内底，全部拢险境出来。登山队爱着新民做伙行，成功挑战嘉明湖，也祈求这摆疫情会当早日来结束。